塊大玻璃啊？因為平啲。因為咧嗰塊玻璃嘣一聲擺埋去嘅時候，埲牆喺度啦，佢唔使起埲牆啊嘛，成本就低咗啦，即係功夫就快啦。跟住咧嗰塊玻璃薄啊嘛，就多咗實用面積啦。聽唔聽明啊？因為呢嚿磚霸咗位啊嘛，咁你叫佢多咗實用面積啦。4cm 嘅磚就變咗做1cm 嘅玻璃，咁所以就慳咗3cm 嘅位啦。係啊，咁啊加埋咪有幾尺，有好多萬嘅喎。所以我哋香港搞下而家，我有啲屋我起出嚟，以為佢係商業大廈，原來係住宅。咁而其實我都驚㗎，因為咧我哋將來如果周圍都係咁多玻璃嘅屋咧，打風嗰陣時我又驚啦。仲有就係其實佢哋用電都多啲嘅，佢係成間溫室嚟㗎嘛。咁你將來你住入去，你用電都多好多嘅。我知，因為好熱，所以要開。冇錯啦，即係如果我哋能夠間屋嗰支窗細少少，其實你睇下啲廉租屋嗰個設計其實係冇得頂㗎。咁你個窗又細啲，打風嗰時冇咁驚。仲有一個好多人唔知道喎，嗰塊大玻璃究竟係牆定係窗咧？如果係牆咧，就係即係大業主嘅責任；如果係窗咧，就係你嘅責任。咁你嗰塊究竟係牆定窗咧？恐怕你買樓嗰陣時要睇清楚啦。而家氣候變化又打風啊，然後風一大咧，周圍啲嘢飛嚟飛去，唔係風吹爛你塊玻璃啲嘢，有嘢掟爛你個玻璃啊嘛。可能就係吹起咗一個惡嘅垃圾桶，跟住個垃圾桶就整爛咗個玻璃等等。係啊，所以咧，我成日同大家講，你住緊廉租嗰啲咧，其實你好幸福嘅，即係一租平啦，二咧通氣啦，三咧就原來打風嗰時係少啲嘢驚。喂，咁講開打風啦，今年咧就發出咗第2個10號波啦。咁第一個就係偉柏，第二個就係華嘉莎。好啦，華嘉莎嚟之前咧，大家係已經係如臨大敵咁，一早已經講話華嘉莎呢個風係好強嘅。但係之前明明川哥同我哋講過話，啲風唔係咁容易睇嘅，你好容易就會改變咗嗰個路徑。點解今次可以咁早同我哋講華嘉莎咁強勁咧？嗱，一個海好熱啊，成個西北太平洋咧都好熱。今年其實呢個華嘉莎好犀利啊！佢喺菲律賓出邊嗰陣時咧，日幾之內咧就由普通熱帶風暴啵一聲變咗去做超級颱風㗎啦，好勁！而家熱得嚟咧，啲嘢犀利咗。第二咧就係呢個風大啊，強嘅風咧反而容易預測嘅喎，弱嘅風咧弱雞佢自己都唔知行去邊度風，但係佢強咧，好啲嘢好形勢好清楚。仲有呢幾年呢個世界咧就以前用電腦計啊，但係而家多咗樣嘢就用 AI 啊，人工智能。其實呢個 AI 咧，其實個底下邊都仲係有以前嗰啲數值模式嘅，不過佢再加多一陣諗嘢嘅方法。過去嗰5年到嘅啫，呢樣嘢一引進之後咧，就變化好快。今日最勁嗰個咧，可能幾個月後有第二個勁過佢嘅。咁我睇住天文台就好公道嘅，佢嗰啲 AI 計出嚟嗰啲嘢咧，上晒網㗎，你哋自己都睇到㗎。咁咧，你會發覺咧，如果你真係有跟嘅話，你發覺咧呢幾年嗰啲 AI 出嘅颱風路線咧，真係好勁㗎。咁而家報紙都提前幾日買啦，係嘛？所以呢段時間咧，路徑嗰個預測咧就比以前可靠好多。我哋嗰陣時笑話講就係3日嘅颱風預測可以錯1000公里，而家今次錯咗，即係南北嚟講係錯咗可能20-30公里嘅就係幾日前喎。咁所以而家嗰個路徑預測就好準確，即係準確咗好多咯。係咁啊！呢一節咧，超英哥就同我哋講話，天文台嘅預測路徑有人工智能，所以令到成件事咧加強咗啦，令到大家更加容易預測到個路徑。廣告翻嚟之後，繼續講下極端天氣、環保氣候世界觀、天文地氣。搶到夠平衡，搶飛都快過人。喺 B Balance 官網買 B Balance 益生菌滿指定金額，即送你 B Balance 呈獻拉闊音樂會 Most Wanted 鄭秀文張敬軒門票，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喺莎莎門市買 B Balance 益生菌滿988即可以抽獎1次，隨時拎走門票2張。詳情上 B Balance Facebook 或者 IG 啦。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60528。有喜歡的歌，就有小確幸。我的
半，聽風的歌，江維峰。雷霆881以即時新聞、生活資訊與港鐵接軌，貫通地上地下，聯繫社區，關心你生活嘅每一程，貫通中西南北，拆解世界格局，國際線，環保氣候世界觀，天文地氣，陳海怡。廣告翻到嚟，繼續天文地氣。今日我身邊有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先生。Hello， 超英哥。你好啊，收啦。頭先我哋就講咗，今年咧就係發出咗第二個10號風球啦，係繼1964年之後咧第二次一年裏邊發出2次10號風球嘅。頭先就講咗華加沙啦，咁我哋依家咧就講下韋柏先啦。咁啊韋柏咧喺香港度咧嘅人命傷亡咧就接近係0嘅，已知係0啦，死亡係0。咁但係咧原來呢個韋柏咧就吹襲咗菲律賓，導致6個人死亡，6個人失蹤，超過126萬嘅人係受到災害嘅。同一個風啫，係咪因為佢打正菲律賓，所以佢哋嗰邊嗰個人命傷亡會嚴重啲，定係當地嘅基建同香港嘅基建有差別呢？兩個地方差別真係好遠。我哋香港嗰啲屋基本上係打唔爛嘅，成棟樓一定打唔爛。啊，有幾塊玻璃爛就無可避免啦。咁但係我見到喺杏花村嗰啲環境已經覺得好危險、好驚㗎咯喎。當地即係喺菲律賓嗰邊係咪更加佢哋嗰啲？即係我喺網上都睇到，可以成間屋吹到反轉或者散咗㗎嘛。咁所以喺呢方面一定好大分別啦。仲有就係佢哋嗰啲河水一上嚟嗰啲咁嘅激流可以犀利好多啦。佢啲係叫海岸線長啊，佢岸邊嗰啲咩風暴潮啊、上岸嗰啲浪啊，全部都可以勁過我哋嘅。咁基本上就係佢哋嘅建築物冇我哋咁好，佢面對嘅自然狀況係唔同嘅。仲有啦，譬如嗰啲山區係冧山容易啲啦。我哋香港呢啲山用咗好多年嘅功夫，用咗好多錢，全部鞏固晒啊嘛。我細個嘅時候咧，唔好意思啊，即係你做緊台長嘅時候，成日都會有見到啲 API，即係啲政府嘅廣告係會講話小心山泥傾瀉。但係我最近年啦，無論喺電球或者電視台都好少再見到呢一類型嘅政府廣告咯。都有，不過可能你已經唔驚山泥傾瀉，自己唔覺得有。不過咧，我真係要同大家講，香港呢個對付山泥傾瀉咧，其實世界第一嘅，其他國家咧遠至巴西都嚟香港學㗎。即係我哋呢段時間咧，就確實花咗好多功夫，就而且做咗啲基本研究嘅。所以香港咧係以前會冧嘅山咧，而家就保證唔冧，幾乎啊！而家開始冧乜嘢？冧嗰啲從來都唔會冧嘅山，即係嗰啲所謂天然山坡，你知唔知點解啊？以前佢唔會冧係因為以前啲風冇咁強，係咪？我唔知。因為以前啲雨冇而家咁集中咁勁啊。係。而家啲雨你哋其實可能都開始講，就係支雨嗰個範圍好似細啲，但係佢落得好勁。就好似黃大仙成日水浸啦，但係元朗其實唔係成日見到有雨落㗎嘛。係啊。又譬如筲箕灣、柴灣容易中啲咯，咁將軍澳今年我諗都中過2次嚇，咁有時呢少少撞彩嘅，咁但係咧就係而家啲雨就係咧佢個範圍比以前細，但係咧多咗水就集中喺少啲地方落喎，所以佢而家咧一落山可以好大。其實有時你行山會見到個山咧，好似俾隻動物一爪搲咗喺有個爪痕嘅，呢就係天然斜坡喺現在好大嘅雨入邊出現嘅天然斜坡冧，咁但係畢竟咧我哋做得好嘅，咁所以咧就香港就唔係好怕斜坡冧，但係咧喺嗰啲其他地方，菲律賓譬如話甚至台灣咧，因為佢哋山區咧就好怕斜坡冧啊，斜坡冧之後可能塞咗個湖，塞咗啲河，跟住嗰條河塞下，突然間又冧翻，咁咪會水浸咯。即係所以其實喺我哋香港就基建做得好。最緊要就係我哋有事叫你翻屋企㗎嘛，8號波叫大家翻屋企，家是最安全的地方嘛，你應該而家學識呢句嘢㗎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咧，華加沙咧嗰陣時，即係我哋話早幾日咪可以開始講到話好強勁咁樣啦。最後個預測咧就話禮拜4咩晏晝先落波，但係最後早咗落波嘅。
嗰啲周圍唱幾時落波啲嘢，你唔好信啦。即係嗰啲好多時個個都話自己內幕消息。咁我話俾你聽，就算喺天文台入邊做啊，都要成日睇住個形勢。而且我哋有句嘢講嘛，即係形勢轉得比計劃快。係。所以咧，你聽咗啲咩機場特別消息啊、貨櫃碼頭消息嗰啲，你唔好信啊！邊度有咁準確㗎？因為風唔係咁聽話㗎，有時就咁樣個風歪少少咧，嗰個世界可以爭好遠㗎，所以唔可以講到咁實嘅。咁就其實今次啊，我哋香港好彩嘅，臨埋門臨到好近嗰陣時咧，個風病歪咗啲咁啫。嚇？係啊！即係你哋如果就係嗰20-30個南北嘅差別啊嘛，就爭咗嗰20公里。哦，哇！如果佢埋你20公里啊，你會見到維多利亞港吹嘅風好似長洲今次吹嘅風啊！今次長洲吹嘅風好大㗎，就係爭嗰啲咁啫咋。嗰陣大風咧入唔到維多利亞港。咁有個問題啦，長洲都係屋仔啫，菲律賓都係屋仔啫，點解長洲啲屋仔冇飛起咧？我哋香港啲屋。所謂屋仔間都穩固㗎嘛，即係個底打得好。我哋嗰個建築署咁多年嚟要求好高㗎嘛，即係你間屋可以俾風吹到震或者搖。你有冇試過喺間大廈入邊暈浪啊？冇試過喎，因為你唔係咁有錢啊嘛。我知好有錢嘅人都住到好高啦，佢哋咧就會暈船浪㗎，因為咧間屋可以，你諗唔都諗唔到可以。搖擺成米幾個，哇！好驚喎！如果喺入邊嘅話，驚佢會冧喎。即係你喺度搖下。咁唔好買樓買咁高啦，係嘛？係，我就唔買咁高嘅，我唔會買超過10樓。但係覺得3至4樓又驚，可能佢有老鼠曱甴。10樓以上又我驚佢可能會搖下咁。咁即係最好係咪買4至10樓咧？咪5到10樓啦。嗱，即係打風咧本身冇問題嘅，即係或者落大雨本身冇問題，但係咧佢可能浸到你個電錶房，你又冇電啦。即係呢啲叫次生災害啊嘛。即係咁就係，其實我哋而家要諗咧，唔係要諗打風啲風好難吹到你㗎，雨都好難揼死你㗎。最怕就佢浸到電錶房之後冇電咧就冇 lift 啦。咁你住10樓以下係咪好啲啊？係嘅，行都係行幾層啫。跟住咧冇水啊，你玩桶水上去都唔係咁辛苦啊嘛。係嘛？可能你有經歷過制水嘅年代，你就知道呢個辛苦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而家啲大廈設計，我唔知啊。以前咧就係最底嗰幾層咧就係用天然水壓谷上嚟嘅，天然水壓就會上到嚟嘅。但係咧10樓、20樓或者30樓嗰啲水咧就靠泵上天台，喺天台流翻落嚟嘅嘛。如果冇電嘅話，就冇水泵上去咯。所以住高層嘅就冇水啦。最低嗰幾層咧，可能仍然都用緊天然水壓，你有水喎。其實你話冇水，我話託桶水上去啊，而住低層 OK。但係如果冇水沖廁所，你就住唔到個間屋，係咪？上次水浸杏花村咧，結果真係浸壞咗佢機房咯，就冇電冇 lift。咁結果啲人初仲話捱下住1-2日，但係後尾發覺就係冇廁所水，實在冇法子住。所以我即係提醒你啊！如果你真係買樓嘅話，你唔好買咁高啊！最後問下超英哥啦，嚟到10月1號都仲係覺得個天氣好熱喎，你覺得個冬天幾時嚟咧？呢啲你嘅判斷得㗎啦。嗱，咁嘅佢呢個世界咧就而家極端天氣啊嘛，熱到你傻之後咧，可能整2日凍你都唔奇嘅。但係就唔會好長時間。即係佢唔會太長嘅。嗱，我其實喺00幾年嗰陣時講過一句嘢㗎嘛，我話喺2020到2029呢10年之內咧，應該有一個冬天就冇一日溫度跌過12度嘅。即係叫做冇冬天啦。嗰陣時嗰啲高登連登嗰啲人笑到我飛起，鬧到我飛起㗎，即係得個吹字啦。咁結果咧，其實爭啲有一年已經係㗎啦。不過嗰年咧就係得1日，嗰日啱係1月1號，如果佢褪歪啲，我話中啲。隨時咧，我哋而家未來呢幾年，隨時有一年真係冇人
即係唔低得過12度咧，唔郁得就凍啦，係嘛？其實我係間時啊，我哋細個喐下3度、4度、5度㗎，而家你哋覺得不可思議啊，係嘛？所以咧話轉冬季校服，有時我覺得都可憐嘅，都幾熱。其實咧10月仲會打風，呢個就大家千祈唔好鬆懈，因為咧而家10月打嘅風咧，因為有時佢會結埋嗰個所謂東北季候風咧，可以反而啲風好大嘅。仲有咧就係有時咧就係佢個颱風衝埋嚟，但係有啲涼氣倒落嚟咧，佢又熱又凍咧，反而有時會落好大雨。所以秋天嘅颱風咧，千祈唔好睇低佢，我哋叫做秋台啊，即係簡稱秋台咧，就係有時你要防佢嘅，就係咁樣啦。但係咧就又要跟住啊，冬天有2日凍咧，你就唔好話氣候變化冇咗啦，係幾日嘅啫。咁啊，今日咧感謝超英哥啦，最後咧就記得大家要小心啲呢個秋颱風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拜拜。環保氣候世界觀，天文地氣。同聲同步，人人881。德國寶環保熱水器專家，10點半。德國寶係全港第一間攞齊25年全新1級能效嘅儲水式電熱水器品牌。雷霆881新聞報導。嗰晚安係李俊禮報道新聞。國慶煙花匯演夜晚8點喺維港上空上演，歷時23分鐘結束，一共發放超過3萬枚煙花。維港兩岸聚集咗大批市民同遊客。警方話人數有34萬4千人，比原先估計嘅大約29萬人多。有深圳旅客話，對於四面圖案印象係最深刻，認為象徵民族向往和平。觀賞之後心情非常激動同喜悅，即使等咗4個半鐘都非常值得。有本地攝影發燒友就話，今年嘅煙花圖案較為頻密，維港上空有煙霞，好彩最終被風吹散。喺煙花匯演之後，星光大道一帶地上留低大量嘅空膠樽、紙巾、膠袋同埋紙張，多個嘅清潔工人推垃圾車到場執拾。馬會喺沙田馬場舉行國慶賽馬日，免費入場，吸引超過3萬4千人觀賽。當中旅客人數係有超過1萬3千人，作歷嚟賽馬日新高。投注額方面，10場賽事一共錄得超過15億6千萬，丁財兩旺。第7場國慶杯賽事總獎金420萬，由騎師巴道策騎賽區舉步生風勝出。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曙光頒獎。陳國基喺社交平台話，欣喜見到進入馬場嘅市民同旅客樂在其中，留低美好嘅國慶回憶。特區政府銳意發展賽馬旅遊，成功吸引好多國際賽馬愛好者同旅客專程到訪香港，進一步推動酒店、餐飲同零售等相關消費，為本地經濟注入動力，同時向世界各地展示香港作為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嘅魅力，吸引更多高消費力嘅旅客。美國紐約布朗克斯區一棟20層高嘅住宅大廈局部倒冧，暫時未有傷亡報告。當局到場搜救。事發喺當地星期3朝早8點幾，大廈其中一邊煙囪連牆身成幅剝落，瓦礫散落一地，現場塵土飛揚，部分嘅構件仍然懸掛喺半空。當局出動無人機同搜救犬協助確定瓦礫堆中有冇人被困。附近街道暫時封閉，有幾十架應急車輛戒備。目擊者話，事發之前見到大廈頂樓冒出濃煙，但係冇聽到任何聲響。涉事大廈屬於紐約市房屋管理局所有，主要係俾中低收入人士申請入住。當局已經開放臨時庇護中心，俾有需要嘅民眾暫住。紐約市長亞當斯話，當局評估緊情況，呼籲民眾遠離現場一帶。美國人工智能企業 OpenAI 首席執行官奧爾特曼訪問南韓，同總統李在明會面，雙方簽署兩解備忘錄，
推動建設南韓成為亞太地區 AI 樞紐。李在明形容 AI 發展如同發現金屬一樣，有深遠影響，既可能為世界帶嚟幸福，亦都可能充滿風險，包括造成壟斷。希望 OpenAI 為構建幸福世界持續努力。奧爾特曼就話：南韓致力構建繁榮嘅 AI 生態系統，支持南韓實現主權 AI 目標，喺滿足國家需求嘅同時，透過 AI 共建更加美好嘅世界。呢一節新聞報道嘅天氣報告。本港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部分時間多雲，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六稍後同星期日驟雨逐漸增多，風勢都幾大，海有大浪同湧浪。中秋節同第2日天色逐步好轉。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29度，相對濕度76%。財經 online。有小非農之稱嘅美國 ATP 私人企業就業指數9月份減少32,000，係前年3月以嚟最大跌幅，亦都少過市場預期嘅增加近5萬人。至於8月份就由增加54,000個，向下修訂為減少3,000個。而華爾街股市係早段個別發展，受到最新 ADP 私人企業就業數據遠差過市場預期拖累，而美國國債孳息率亦都下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新係報46,409點，升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6,676點，跌11點；納斯達克指數報22,649點，跌10點。歐洲股市係全線向上。英國富時100指數報9,453點，升102點；法國 CAC 指數報7,974點，升78點；德國DAX指數報24,111點，升231點。匯市方面，美元對日元146.81，加元1.3932，瑞士法郎0.7968，歐元對美元1.1752，英鎊對美元1.3511，現貨金價3,878.26美元。紐約期油61.86美元，跌51美仙。呢一節財經消息報列嘅。呢個世界而家係一個秩序大改組，係嘛？有危就有機，有啲秩序崩潰咧，就有啲新人可以上位嘅。光明頂，同聲同步，人人881。長期勞動或者工作環境欠佳都可能令身體勞損。每年大約1萬人到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求診，但幾乎所有嘅個案最終確診嘅病都並非係法定職業病，未必獲得補償。職業病名單上次更新已經係20年前，係咪時候要檢討加強勞工保障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返工用時間同埋體力換嚟薪金等嘅回報，不過長期付出咗勞動同埋汗水，身體亦都有機會勞損。打工仔常見嘅可能係肩周炎、網球手、頸椎病、痛症等等。不過呢啲全部都唔係法定需要補償嘅職業病。名單目前涵蓋52種職業病，覆蓋面又係咪足夠呢？做呢個頸梗啊！為咗舒緩頸梗膊痛，蔡女士有時會嚟呢間中心用按摩設備。咁而家開機啦！好啊，唔該晒。佢喺護老院做咗10幾年護理員，搬台呢一類嘅功夫重複做，身體唔少部位，例如膊頭同埋腰等等，間唔中都會痛。換尿片啊，有時咧換好多個噶嘛，20幾個啊咁。有啲床啊比較低嘅，有啲教嘅，有啲用機教嘅咧，你就可以升高就冇咁辛苦。有啲床咧冇得教㗎，冇用嗰啲電動嗰啲教，就比較低啲。低啲你就要彎腰，就比較辛苦啲咁樣。如果你換得20個，同埋對腳企得耐，咪會有啲勞損。佢話唔少同事都有類似痛症，普遍都會捱住痛返工。不過我喺嗰度公司做咗7年，
我未請過一日假。即係我自己嘅工作就比較有責任感咯。即係我自己，即係痛嘅唔係好嚴重，有啲人真係好嚴重，痛得佢哋要我哋而家個公司嗰啲人咧，返工咧都要戴個腰箍開工㗎，好多都係。我哋每日到大約10零分鐘嘅時間啦，就可以舒緩身體㗎啦。呢間中心平時為基層市民提供預防同埋舒緩勞損嘅服務。中心社工話，除咗院舍護理員、保安員同清潔工都係勞損比較普遍嘅工種。呢3個行業其實都係屬於工時比較長嘅工種咯。佢哋嘅工作都係涉及急速啦，同埋重複嘅動作。佢哋嘅工作都涉及大量嘅體力勞動啊，即係平時可能扶抱啊，或者搬重物咁樣。工作嗰個環境都會影響到嘅，例如可能佢本身就有好多樓梯要行啦，然後人手不足啦，或者缺乏一啲設備去幫手咯。近期有調查顯示，超過70%嘅清潔工身體有勞損。以呢間職工中心嘅統計，私人護老院嘅護理員超過80%有同樣問題，而且平均每人有6個部位勞損，部分人更加確診肩周炎等等嘅疾病。因為可能成日重複用到肩關節嗰個部分啊，可能成日都要抬高手啦，或者喐隻手咁樣咯。咁同埋就可能係下肢嘅靜脈曲張啦，或者足底筋膜炎都比較常聽到。因為可能基層工友成日都要行啦，長時間行，同埋就係成日都要企。僱員補償條例下列出香港嘅法定職業病同埋相對應會患上嘅行業同埋工作性質，當中因為物理因素所致嘅只有9種，不過並唔包括肩周炎呢一類同勞損相關嘅病。勞工界過往曾經爭取過將更多勞損疾病都列入法例。其實都係用翻國際勞工組織嗰個方面嘅定義啦，會用呢個叫 odd ratio 嘅嘢，就係嗰個比例啦。有事嘅群組要比起冇事嘅群組咧，要多2倍以上。咁其實咧呢個咧係好難做嘅，因為其實咁睇翻好多嘅科研嘅報告啦，可能係講緊係多10幾20%，所以仍然係有個好大嘅距離咯。法例亦都話，即使相關疾病唔喺法定職業病嘅清單，只要證明係由工作引致，僱員仍然有權申請補償，但係要成功獲得補償並唔容易。要僱員自己去證明佢自己嘅傷痛，呢個病患係因為工作而導致。如果嗰件事情係喺公司嘅記錄入邊，僱主我唔提供俾你，咁你用乜嘢用可以證明得到？冇嘅喎，你最多咪就係用我嘅庚子咯，用我個一啲可能出勤記錄咯，導致咗好多嘅工友咯。縱使佢想從呢一個途徑去作一個申訴啦，或者去爭取翻自己應得嘅權利咧，基本上咧係難過登天咯。佢認為加強對僱員嘅保障，將勞損相關疾病納入法定職業病清單，係個直接嘅做法。只要嗰個疾病係列載咗喺呢一個嘅附表入邊啦，亦都即係我哋話嘅法定職業病啦。而申索者本身就係從事呢一個嘅行業、呢一個嘅工作模式，而又有指定嘅時期，一確診咗係呢一隻病咧，就已經可以即時就獲得呢一個嘅賠償，係冇任何嘅 argument。咁但係如果係由呢一個有任何嘅即係不服嘅判決嘅情況啊，或者係存疑嘅情況咧，都係要由僱主方去提出呢一個嘅反向嘅舉證。僱主如果有為僱員購買勞工保險，職業病補償可以由保險承擔。有物業管理公司負責人話，如果增加補償涵蓋嘅職業病，保險公司可能會提高保費，變相公司嘅營運成本會更高。就算任何業界都係嘅，會覺得哇！如果你加咗一條條例咧，公司嘅盈利咧，其實一定係會有機會係減少，唔會增多咯。同埋亦都會將呢個費用咧係轉介俾一個消費者。咁如果因為勞損嘅情況之下咧，引致到呢個費用增多咧，其實都係會用者自負咯，加翻落呢個管理費裏邊，令到咧業主又要俾多啲錢。佢又認為好難查證員工有冇濫用補償機制。即使可以證實佢哋冇虛報傷勢，
公司都好難判斷勞損係咪主要由工作造成。例如咧，其實可能有一啲叫網球爪啦嚇，咁佢可能係因為做一啲嘅運動多，或者中意行山嘅，可能腳部勞損或者膝蓋勞損嘅情況咧，其實係會出現嘅。但係點樣去真係知道佢因為工作上嘅問題咧？嗱，咁其實呢個就真係需要咧一啲醫學嘅鑑證啊去做呢個測試，咁其實先至知道嘅。有學者就話，人嘅體重或者坐姿等嘅生活習慣都可能引致勞損。即使員工入職之前冇察覺到身體勞損，入職之後短時間就有腰酸背痛，都好難100%證明工作係勞損嘅主因。我相信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嗰個勞損係一啲積累性嘅，係啦，即係唔係咧好似你跌親咁樣喺工作嗰個範圍嗰度嚇指定嘅時間喺一個情景之下咁跌親，係咪？咁佢就好明顯咯，喺工作個因為工作引致啦嚇，因為積累性嘅時候咧就唔係即刻發生㗎嘛，積累到某一日原來咧你喺嚟到我而家新嘅工作嗰度咧就出現咗問題啦。但佢認為部分工種的確比較容易引致勞損，期望本港將來有更多研究同技術，可以對比僱員工作期間同埋工餘時間入面嘅身體狀況，提供更多客觀數據，研究需唔需要擴大職業病補償範圍。而家嘅技術啦，希望可以有呢一個咁樣嘅方法，可以真係測量到啲肌肉啊或者骨骼係咩時間會真係受損。其他其實都有呢一個咁樣嘅勞損係屬於個職業病咯。咁所以我諗可以借鏡。現時英國同台灣都有專門小組，按需要更新法定職業病清單。例如兩地近年分別將指定工作環境下患上膝關節骨關節炎列為職業病，而本港嘅相關法例，勞工處處長可以不時修訂法定職業病清單。對上一次更新已經係2005年。其實就好希望啦，政府部門咧可以更加前瞻性咁樣去制定一個嘅時間表。就算你話唔使1年一檢嘅，3年一檢、5年一檢，英國就會有一個叫做 IIAC 嘅架構，定期檢視翻究竟佢哋一啲嘅醫學嘅報告啊，睇下有冇需要咧係更新英國嘅職業病系統，而且亦都係唔會有任何嘅一個政府部門嘅代表嘅，咁樣去從而真係完全係由專家去所組成，去確保翻佢哋嗰個嘅討論咧係真係符合翻嗰個科學研究嘅角度出發。張健就認為喺未有法律層面嘅改動之前，社會現階段應該重視點樣改善工作環境同埋設備，預防積勞成疾。譬如話佢哋嘅掃把啦，咁仲有佢家嘅車仔堆嗰啲垃圾咁樣咧，係咪可以真係可以喺佢嘅人體力學裏邊都係啱嘅咧、適合嘅咧嚇？咁因為每一個即係清潔工其實佢有啲高矮啊，係咪啊？咁譬如而家有好多私園啦，有冇足夠嘅空間俾員工真係可以轉身，又唔使扭住嗰個嘅腰啊，俾打字咁樣。譬如話，如果張台唔可以較高低嘅，咁可唔可以張凳可以啊？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再見。